行政院长杜英泰昨会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，甲8个县市的首长视讯，指示各单位因应风台，都要先做预防的措施。另外，为今仔日早起9点开始，湘北的水闸门敢若会当离开，袂使入去。 超商店面20起土关机凸起来刷去拖车顶，荷兰讲是全台湾唯一的闪风台超商莱尔富沙丁堡美体店，因为伫江水区内风台3到2要来啊，赶紧进行撤离。国家7月开辟风台已经是3个月来第2届撤离闪风台。对啊，所以说解释说这个对到什么原因？观察下水道排水清刷状况，台北市长蒋万安30下晡到大湖磅空视察强化防范降低灾害。湘北嘛宣布10月7日早起9点开始。 进行水门，敢若出无入的管制。新北当时开放水门四周围部分道路红黄线停车，那是湘北家人桃园初是不是停班停课？暗时8点的宣布。依据相关的规定标准以及过去的惯例，并且会跟基北北桃4县市持续沟通。 洪台我今行政院长杜英泰唔敢大意，下晡时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加8个县市首长视讯连线。 花莲县长市前卫讲，风台大概头1个9月的花莲欠缺通讯设备，希望中央援助，卖互花莲变做孤岛来孤岛。花莲是真的很欠缺我们的通讯设备的部分，那请院里面能够支持，让花莲不要成为孤岛中的孤岛。杜英泰指示所有发电部赶紧协助花莲，各提醒各单位风台无亲像地动，一旦有时间做准备，所以要伫风台要来进前，加天公抢时间。台风不像地震。 台风不是突如其来的？所以台风来之前，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做好各种的准备。所以我常说，台风来之前，是我们跟上天在抢时间。这是灾变会议台东县邮副县长王志辉在场，因为县长邀请联去意大利宣传员讲，全县16个乡镇市有8个乡镇市长自备去别流考察，不少人一直看手机资讯，嘛取消行程，3周赶回国。 我已经很早就跟律师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联系，希望说随时注意台风的动态。那现在我们兰屿是封城宇宙，中午之后1点我们可能就要马上去机场。 台湾县政府表示，县长已经为意大利回国，一定明仔载到位。目前一切按照正常程序，由副县长代理指挥防灾应变中心，因应一切可能的灾害。国军第2作战区是伫华东地区，完成灾防便利的片组甲装备物资的准备，协助掌握灾情甲撤离乡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